我们也承诺在未来3年在一个有限度的情况下，跟公司开启一个新的劳资关系。在过程中，我们也非常的开心，公司终于注意到了，在这个职场性别的就是平等上面也能够更进一步。在最后的就是29号到今天，其实我们经历了凯道的声援晚会，以及昨天的37公里的这个苦行的行动。我们要争取的其实已经不再是劳动条件这么单纯，我们要争取的是劳工基本的，就是在罢工这个部分，在争议的这个部分的基本的人权。我们要追求的就是不求后算账，以及平等对等的和平协议。所以今天工会绝不好战，我们也承诺在未来3年，在一个有限度的情况下，跟公司开启一个新的劳资关系。我想我要先谢谢一下，在这个罢工期间，今天是第17天，那待会因为工会有说明，还要需要3天的时间来发还这个3证，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个3证的这个发还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快一点，让航班可以尽早恢复。那在这个罢工期间，我要非常谢谢我们有来出勤的，不管是空勤，包括技师，包括空服员，包括我们所有的地勤员工。事实上，在这个期间，我们很多离职的员工也回来帮忙，我们都非常的感谢他们，为了这个公司的一个生存，为了要度过这次罢工这个期间的一些状况，都有很大的付出。我在这个机会要利用这个机会要谢谢他们。那有关航班恢复的部分，那目前我们是取消到7月19号的航班，那当然我们很高兴今天缓写可以签下来，那如果以这个发证的时间可以再提前，我们是预估在7月底，最晚在8月初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航班恢复正常的营运。好，谢谢。